香港人中意長揸收息股，唔係單單睇息率咁簡單㗎。唔想賺息蝕價，就一定要做好選股。Hello，大家好，歡迎返到嚟講故事。呢度會同大家緊貼市場資訊，分享我呢10年嘅投資經驗同實戰思維俾大家。如果你想學多啲學校從來冇教過嘅投資知識，即刻撳個訂閱。中意呢類型內容，記得撳埋點讚、開啟小鈴鐺同分享俾朋友，快啲達成財務自由啦！事不宜遲，今日會同大家深入剖析一下一間高息公路股，編號為107嘅四川成渝高速公路。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77年，係中國西部唯一一家同時喺上海證券交易所同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嘅 A+H 大型交通基礎建設類企業，亦係蜀道集團旗下唯一嘅高速公路上市平台。蜀道集團持有公司約39.86%股份，招商局集團持有約24.88%。公司業務主要分為5大板塊，第一個核心業務係收費高速公路，佔2025年收入約54%。呢個業務毛利率高達45.2%，絕對係公司嘅利潤核心壓艙石。第二個核心業務係交通服務，佔2025年收入約22%，當中業務包括完善加油站、服務區等配套業務。第三個核心業務係建造服務，佔2025年收入約21%，當中業務包括公路改擴建工程帶來嘅建造收入。核心路產資源入面，公司擁有成渝高速、成雅高速、成樂高速、成仁高速、垂西高速、垂廣高速、二繞西高速等位於四川省境內嘅高速公路全部或大部分權益。截至2025年底，高速公路通車里程約914公里。2026年第一季度完成京宜高速收購後，通車里程增至約1000公里。成渝、成雅、成仁、成樂、二繞西高速合計貢獻公司約88%嘅通行費收入。公司以大集團、小公司格局。蜀道集團2024年通車里程佔四川省高速公路通車里程嘅70%以上，而公司路產里程僅佔集團經營性收費公路里程嘅約18.3%，未來資產注入空間極其廣闊。公司業務表現方面，2025年全年公司交出一份營收下降、利潤增長嘅成績表，體現管理層精細化運營嘅能力。而2026年第一季度表現亦有增長，營業總收入24.11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21.25%，主要受益於京宜高速同埋建造服務收入增加。歸屬母公司淨利潤4.57億元人民幣，按年下降6.06%。呢個變動主要受建造服務毛利率波動影響。而四川成渝財務狀況亦都好穩健，經營活動現金流於2025年達11.3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加14.7%，反映公司現金流持續強勁。而現金及等價物於2025年達43.7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加47.9%。由此可見，公司現金儲備豐厚。而派息表現方面，高息率行業領先，分紅承諾鎖定未來。四川成渝嘅股息政策極具吸引力，係公路股中嘅高息典範。2025年度末期息每股0.297元人民幣，以現價4.57港元計，股息率高達7.44厘，喺港股公路板塊中名列前茅。更重要嘅係，公司已發布26至28年股東回報規劃，明確承諾未來3年現金分紅比例不低於歸母淨利潤嘅60%。喺呢個複雜而又多變嘅環境下，港燈亦充滿唔少機遇。第一就係大集團、小公司，資產注入空間廣闊，呢個係四川成渝最核心嘅投資邏輯。蜀道集團係四川省高速公路投資建設營運嘅絕對主力。2024年通車里程達7300公里，佔全省高速公路通車里程70%以上。而公司現有路產里程僅佔集團經營性收費公路里程嘅約18.3%。作為蜀道集團旗下唯一嘅高速公路上市平台，未來集團優質路產資產持續注入嘅確定性高，空間大。呢個大集團小公司嘅格局為公司提供咗長期可持續嘅外延增長動力。第二就係存量擴容，核心路產改擴建釋放價值。公司正同步推進成樂高速同成雅高速兩大核心路產嘅改擴建工程。首先，成樂高速擴容，
當中包括眉山至青龍段、眉山至樂山段、二繞至文山段已通車，收費期或將自完工日起延長30年。目前承諾高速客車費率處於公司四川省路產嘅最低水平，改擴建完成後費率提升空間較大。另外，成雅高速擴容穩步推進中，預計2029年完工，收費期或自完工起延長29年，同樣存在費率上調空間。改擴建不僅提升通行能力，延長收費期限，更重要嘅係費率重估有望顯著增厚長期收益。第三就係公司外延併購持續擴張路產組合。公司通過併購持續擴充優質路產，例如23年收購容城二繞公司。容城二繞承諾23至29年累計淨利潤不低於15.42億元人民幣。另外，26年3月完成京宜高速85個百分比股權收購。京宜高速係國家高速網重要組成部分。京宜公司承諾26至28年扣非淨利潤分別為2.35億元、2.47億元、2.7億元人民幣。呢啲具備業績承諾嘅收購將直接增厚公司盈利。第四就係成渝雙城經濟圈政策紅利。作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嘅核心交通基礎設施企業，公司直接受益於國家戰略推動下嘅區域經濟一體化同人口流動增長。25年底，成渝等重點城市群內主要城市間已實現2小時通達，區域經濟活躍度持續提升，將帶動車流量穩步增長。雖然四川成渝機遇處處，但係股市世界並唔存在十全十美嘅股票同埋必勝策略，每一筆投資都伴隨着取捨同埋機會成本。如果你突然遇到完美嘅股票，咁大家就要更加小心，因為好大機會係你睇漏咗嘢。第一個企業需要面對車流增長瓶頸同埋路網分流風險。公司核心路產已進入成熟期，車流量增長空間有限。同時，四川省內新開通嘅高速公路可能對現有路產形成分流壓力，影響通行費收入。如果宏觀經濟復甦不及預期，貨運及客運需求均可能受壓。第二個需要面對嘅問題係改擴建進度同埋成本超支風險。成雅高速擴建項目預計29年完工，建設週期較長，期間施工可能對正常通行造成干擾，影響短期收入。同時，工程成本超支或進度延誤亦係潛在風險。第三個需要面對嘅問題係政策變動風險。高速公路收費標準、收費期限受政府監管，政策調整，例如節假日免費通行、政策擴大、收費期限縮短、費率下調等，可能對公司收入構成直接影響。收費公路管理條例嘅修訂方向亦存在不確定性。第四個需要面對嘅問題係高負債率同利率風險。截至26年第一季度，公司總負債455億元人民幣，其中長期銀行貸款達384億元人民幣，資產負債率約67個百分比。雖然公司已將綜合融資成本從23年嘅3.6個百分比大幅降至25年嘅1.6個百分比，但如果未來利率回升，財務費用可能反彈，侵蝕利潤。第五個需要面對嘅問題係經濟週期同埋區域經濟波動風險。高速公路車流量同宏觀經濟、區域經濟活躍度高度相關。四川省經濟增速放緩或者產業結構調整，可能影響貨運需求同埋居民出行頻率，進而影響通行費收入。總括而言，四川成渝高速公路係一隻極具防守性同收息價值嘅高息公路股，高股息、低估值、有成長，特別適合追求穩定現金流同長線資本增值嘅保守型投資者。高達7.4厘嘅股息率，60個百分比以上嘅分紅承諾，大集團小公司嘅資產注入想象空間，再加上成渝雙城經濟圈嘅政策東風，令佢喺港股公路板塊中獨具吸引力。短期技術面雖然偏弱，但基本面紮實。最後希望以上分析能夠幫助大家更深入了解四川成渝呢隻公路股現金牛，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務必審慎選股。希望今條片幫到大家，最後記得俾 like、訂閱同 share 俾朋友仔，仲有撳埋鐘仔啊！我哋下次片再見，拜拜。